你的心香，你就自利心就显露，大家拢有感受到。哦，善一行就能啊广利众生。你的善啊一行出来、行出来，广利众生，大家兄弟姊妹拢有感受到。灯呢一照，灯一照就能怎样照遍娑婆世界，教化你的幸福感。哦，所以你的幸福感用是光呢。哦，所以各位全选，有时候我们要互相勉励啦。吼，咱若咧黑暗光明，讲咧突破无法度通拄着困境的时候，咱嘛是爱家己自我勉励。哦，自我勉励。哦，所以心嘛清净呢，真理能自息啊。你的心啊，永远保持清净的话人哦，那安尼你真理自然就会看会到啊，足清楚。所以你的情，你的意若净诶，啥人嘛袂生啊。哦，百年无亲啊。所以人咧念头吼，咱爱家己爱先去学吼。有时候咱若坐伫遐静咧落，咱心啊拍，吼，亲像我即间转来照顾讲好，像讲嗨啊，内面讲课啊咧，念遐遮，念遐有代志，杂七杂八的事吼。有时啊吼，佮婆婆有时啊吼，烦恼心，人讲做人搞吵乱。我爸有时咪讲我食老丸啊，毋知像安尼咧，无条件去较严重。一项代志啊，直讲，问，问到有，你爱解说甲足清楚，问到真正安尼有头有尾啦。咱嘛爱做耐心解说呢，吼。所以呢，有时咱嘛想讲，将心比心，有一天我食到的时候嘛会安尼，无条件伊佫较严重啦。所以咱的心要清要净要义，咱爱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，为咱的心境，为咱的心顶遐，吼，去甲伊点落倒。你自然而然，你就袂发脾气起来。哦，你虽然伊甲你问咱，你就不难管，但是你也是共款，你也是安那会足好迄个甲伊回答。哦，所以因为安那，你的心有情，你的意嘛，所以你的声音就袂生。心嘛虚呢，咱的自信嘛现出来。所以心虚，毋是咧讲咱咧虚心假意啊，还是你去空的。所以咧讲心虚，就是讲咱会当放空啦吼，爱当放下啦吼。所以你的心，你的自信自然就是会当现出来。就是会当以咱的真主人做主人，意若真呢，就是讲咱的心就会自然自清啦吼，你的心就会自清啦吼。所以搁再来，咱茶灵玉禅师当中，我有明知一颗，九风尘劳，观手今照沉静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斗。就是咧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光足足的自信明珠，拢有一粒，拢有富足的。即个拢是咱家己本身人讲因得光足足。咱每一个人拢有福悲的，毋是佛菩萨才有哦，咱每一个人有福悲的。吼，拄则咱讲的，因为咱是去用钉了去甲咱卡掉的，就是讲咱的脾气毛病，吼，咱的执着，咱的梦想，咱的即个烦恼心去甲伊砍掉。所以咱今仔日无法度甲咱的光去甲伊展现出来，吼。只要咱甲这放下了，这部分放下，那安尼咱就当照破山河啦，吼。直接咱看一个影片分享。心中的贪欲、憎恨、愚痴等无名烦恼，把本来具有的佛性盖住，善心无法显露，当然就不能发挥妙用。无名苦啊！有些功德顶过一个金字，弥天罪过大不得一个悔字。犯了错还知道忏悔，再重的罪孽也能消减啊！把心安下来，不是靠外在的物质、名利、财富或爱情，这些都不是。把心安下来，是要靠自己，要自己从内心当中静下来，开发出自心中的智慧与光明，你的心才能真正的安下来。什么是自信中的智慧和光明啊？这就想在
黑暗的房中，你随意的走动，都会东撞西倒。唯一的办法是什么？燃灯，把灯亮起来，你就有了准则，你就会自在，就远离恐怖了。而信仰佛菩萨，就是要不断的点亮心灯。菩萨所经就是启发众生内心的光明，有了光明，才能够消除众生愚痴的私欲，有了光明，众生就能够分辨善恶，不再造业，并且忏悔过往的错。忏悔真的可以让心性光明吗？你知道如何保持法种的心念吗？知道，只要每天换水，再剪掉下面那根腐烂的花根，我就不一条线了。忏悔的真理啊！这个就是道士禅师一开始的一句话啦，各位浅显伊后边遐拄好咱的声音有一点仔问题，伊就是讲，咱要安怎甲迄花保持会当新鲜，让你水，就是讲要安怎定换水，常换水，然后再去剪掉腐烂的那些根，如果你伫遐浸水浸久来，伊就是会腐烂嘛。就是讲爱叫咱，就是爱提出咱的地位水，爱换咱的地位水，啊，行行去甲。要收起咱迄脾气毛病、迄恶习，安尼咱就当保持心顶永远拢是倒的。这是道士禅师甲咱开始的啦过来咱讲啊点亮自信明灯，照性门。咱要甲咱的自信明灯点到无非就是要安怎锐照，照咱的性门，咱的自信的门。所以咱伫咧心性不明的时阵，咱来想看觅。如果咱伫修办道当中一直以来，咱拢是安尼保持脾气毛病，拢无去修改话啦那安尼咱拢无为心经去甲要求，那安尼咱心情永远拢袂光明，点灯有啥作用呢？各位浅显，咱有去甲思考这个问题无？互咱点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只要咱若去恪守，一点灯，在借那点灯的时候，就是在点亮我们每一位佛弟子的良心，咱的本性。照着咱的点灯，迄个当下，咱点着无灯，咱的上下的灯，在点灯的时阵，当下就是在点亮我们的自信明灯，互咱的良心会当显露出来，互咱会当学着佛菩萨迄种慈悲心怀，互咱的心会当回归恰住即心，恰住即心，返璞归真，互咱人清净。所以，咱若无讲安尼去体悟去做的话，咱逐工都伫遐。我的点灯的拜拜，安尼就好啊，迄种形式呢，形式。有时候我们去慢慢私理调理，安尼去甲思考这个问题，动作慢放慢，咱去甲伊在当下咧做的时候，咱甲咱的心境刻入去内底契合，其实你就是跟天心契合，契合。所以咱咧跳过点灯的时阵，咱咧控诉的时阵。咱敢有去甲伊体会讲，第一，真正人生无常，人生无常，只有一个转眼间，真正就有情的呢。有时啊，讲咱人伫咧厝内嘛会有代志呢，嘛会有代志呢，毋是讲咱伫厝内我即摆平安呢，毋过等下下一秒要安怎无一定的呢，不一定的呢。所以呢，人无咧甲咱包咱的生死，无任何人我通甲咱担当。所以个人的生死，个人了。无常若一来呢，无全不留你过五天啦所以呢，咱爱知影讲，这个人生无常，时间你过足紧守一下，拍袂记过去呢，搁十几岁啊，20岁啊，伫咱爱笑当中，嘛是安尼足欢喜、足快乐的，对着骹板啊歹的，对着咱点来师啊，对着咱真安尼伫原创的时阵，嘛是安尼是世界去点道修道互我嘛感觉安尼一转眼，好势原来是。务实有
无离咧，50几岁啊，来够紧咧，所以呢，咱有时啊，感觉讲人生真正无常啦。咱相信咱各位浅浅，咱拢有看过足侪这人生无常的影片啦，疫苗，冇人坐里面好好，冇人安尼来弄。可怕可怕。你好好行路冇代志。可怕。所以人生真正足无常的啦，好可怕的。你枪鬼嘛多了吧？好可怕，可怕！还加油还弄，好可怕！好，相信咱拢有看过这个影片，做者这关于无常的这个影片啦，就是讲拢伫咧无形当中，咱无互咱袂当预知的，袂当互咱临这种突发的状况，互咱无意识到的，这咱相信做者这讲师拢甲播放过啦，所以第一，咱来体会着讲，咱人生世俗人生真正种无常，世间是咱来暂时住的尔，暂时住，所以咱来趁咱有生的生命，一口气还搁伫的时阵，咱来好好来修办，好好来修办，甲咱的过，咱今生会遮尔幸运，拄好拄着这个三期月劫，咱来安那赶紧来修，个人生死，个人了嘛，所以咱就是爱安那生死事代。生死事代，咱来紧来了咱的生死，了脱咱的生死啦因为个人食饭，个人饱，个人的生死爱个人了，无法度人能替你死，替你生死代事，无法度来代替。所以呢，有时咱来想着讲，真正这个生死咱爱去家体会咱若无去行功立地，有时咱无法度通去回归轮回你规身躯拢是乌的，所以咱无法度等于生活这个世界。五祖遐讲，五祖伫咧《六祖大经》遮讲伊讲呢，世人生死事代，世人生死事代，然后伊讲，咱只言逆定，只言呢，只求福德，只求福德，自性欲地，福道可求。有时感觉讲真正有影呢，咱老师嘛问咱讲，问道理为何要修行？无非嘛是为着咱的生死一代因缘，真正。咱今日会遮幸运拄啊好，人讲求到死啦，咱拢有求着啦，咱拢已经求着。咱无咱爱来咱好好修办的话，咱会当了解咱的生死，互咱会当一世修一世行。这嘛是咱的终极目标啦再来，咱就是讲愿力使命，咱到底该承担；愿力甲使命，咱到底该承担呢？所以呢，咱师父他讲。大愿力呢，爱去改责任，爱去大扛起，大愿呢，大使命，咱来去改承担啦，安尼咱来大使命，咱来对上帝、对天地啦，所以咱来去承担着咱家己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的使命。所以就作者讲，显地行地为观照，内外明彻，内外明彻啦，是识自本心，就识本心，即本解脱，这就作家讲。就是讲，咱爱时时有时中，量足在足，甲咱的对话拢爱真明澈，很明澈。咱来知讲咱家本心，所以你学法呢，无非嘛是爱找着你的本心，安尼咱才当会真正解脱，
吼，所以一定呢会当拄千年之红，吼，一顶年拄千年红，一顶年拄万年富，吼，所以这咱爱去讲，只要咱有咱的乌红拄了，咱的地位才会有路。所以咱要解决，就是讲咱爱家己的，爱有去家己去找着这一把钥匙啦，吼，咱要有地位的。12因缘是12个促成有情生命流转的要件。因是种子，缘则是促使种子发芽的条件。在这样的轮回中，12因缘是如何牵引我们的呢？这趟看似没有终点的旅程，就从无明开始。无明，也就是潜藏在我们意识之下的种种烦恼。有情众生因为一念的无明烦恼，进而从身体、言语、念头造作各种行为。过去世的无明与行，是我们今生为何而来的因。这些行为深入我们的八识田，产生业识。而后随着业识投胎，在母亲的肚子里形成只有心识与胎形的色。之后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在胎内成长完毕，于是六入成形。出生后，借着六根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接触，从而产生喜怒哀乐等感受。因为感受到快乐而升起爱好和欲望，想要进一步追求，引发身口意的行动，结果造下了有，也就是未来的业因。从业识投胎成名色的瞬间开始，进入了我们所处的现在，而我们此生的种种行为也埋下了未来投生何处的种子。随着业因与业力，有情众生继续在六道中受胎，生命的个体再度形成。有了生，也就有老死。身体死了，但是业识与无明永远不灭，往下一世而去。当我们结束了此生，又将依循过去写下的剧本往来生而去。在因果互相影响下，12因缘就像一条链子，将我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的生命紧紧串联在一起。如果要改变生命的走向，甚至斩断12因缘的锁链，就要淡化我们面对外境所生出的种种感受，不让自己因为感受而造作业因，为自己预先写下离苦得乐的生命剧本。这是12因缘啊，哈，所以这里面嘛，真有意义是的12个促成很有意义的哈。所以有时候有时咱你来体会，真正无非就是拢是咱的业识，吼业力，咱的业识。所以有时啊讲，咱爱知影讲，咱要安怎去教这个因，要家己干，吼爱行家道，拄则咱拄仔讲的家道。所以生个死，死个生，咱有除非就是比较咧轮回回，咱就是爱过着求道，吼，甲咱这个生死轮回来断掉。所以呢，咱要来超脱生死，就是咱今生今世要来求的目的，求道的目的，修道的目的，嘛是咱的终极目标啦，因为这个12因缘当中的都来看，咱就讲足清楚，咱就是而家一直轮回，轮回，轮回，
咱的入息经济，吼，拢个大大人都去了断。所以咱爱为着咱的本心内境去解脱。再来就是讲灭却心头火，胜过点佛前灯啊！哦，曾经就是有一则新闻，哦，这是真人实事的一个青少年呐，吼。因为伊为着要甲伊的朋友讨着迄个500块，朋友欠伊500块，伊要甲伊讨，结果迄个朋友偏骗伊无钱通还伊，结果伊无小心错手去甲伊毒死。然后毒死了后呢，伊本来即个甲伊毒死即个青少年去法官判讲爱迄个死刑，吼，以命偿以命嘛，爱判死刑。结果当下呢，即个妈妈呢，看听着讲伊的囝去互判死刑，伊怎啊昏倒？吼，昏倒了，痛哭啊，晕倒。了后呢，即个去互毒死的即个妈妈呢，吼，即个去死犯的即个互毒死的即个妈妈呢，伊怎啊当下跪伫法官的面头前，甲伊求，甲法官求，讲吼，伊呢即将能够体会到，伊会当体会着讲，你要失去一个囡仔的妈妈的心情，所以伊为了哀求法官，讲甲伊从轻发落。哦，这个囡仔有一条后壁的路，哦，这个囡仔佫做少年、青少年啊，哦，甲伊求法官，互伊佫后壁有一个路，互伊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哦，所以这个妈妈真正这个心灵，吼，伊的心定在倒，所以伊做有地位的，伊会当放下迄个凊人的心。通常咱一般的人讲，恁囝害死阮囝，以命偿以命，咱会起迄个凊人心。但是这个妈妈毋是，伊颠倒是跪伫法官面头前，求法官原谅这个囡仔，互这个囡仔佫有改过痛开前规的路互伊行，啊，佫有一条生路互行。所以到尾迄个法官去互这个妈妈感动着，法官怎啊判12年尔。所以关了，迄个妈妈交迄个囡仔听着讲，伊会当从轻发落，甲他改判，本来死刑改判着剩12年。这个囡仔跪伫迄个死者迄个囡仔的妈妈面头前，痛哭流泪，长跪不起。吼，这个妈妈怎啊甲伊到尾牵起来，讲叫伊以后要好好做人。结果迄个囡仔关了12年了后，伊伫咧甲伫遐忏悔。吼，了后倒转来，伊甲即个妈妈当做家己的亲生妈妈，代替伊迄个朋友来友好着伊妈妈。所以有时候咱若是各位亲像咱想看卖，有时啊，咱的修道有几嘛是咱要学习佛萨迄种北长。你的北长啊，你心量有多大，心量有多宽，你的功德就有多大，你的福德就有多大。哦，所以咱这个凊人心，咱若无去过，有时啊讲，咱伫遐咧点。灭却心头火，我心内100块咧烧吼，迄个时阵吼，其实你当下啦，有法度通甲甲你迄个火啦吼扑火，甲灭火器甲灭掉吼，拿咧圣点佛前灯，真正咧，幸亏你伫遐咧点灯咧。有时啊，咱拢个无明火若起起来，讲啥物上大，我无明上大啦。我若起起来吼，我无咧管你37、21啦，吼，啥物人嘛共款啦，吼。所以有时候咱会用情绪在做事情，吼，咱拢会调动着这个情绪在做代志。那么这嘛是咱包括佛法，嘛是咱学习的这个目标。吼，人讲的修行20-30年啊，结果咧规站好好无错，吼，共款脾气毛病规堆，吼，佫一堆，吼，包括佛法个。所以咱有时透过咧点灯的时阵，咱有咧想着。我昨哪会迄个大细声叫人伫遐了，有无？我是安怎哪会去迄个凊人心？某咪人甲我安怎，我一定要甲伊安怎？有时透过咱咧点灯的时阵，咱甲咱的心静落来，静落来，灭却心头火，圣点佛前灯。有时真正讲是安尼，你哪会法度讲？一顶来咱照挂千年后，无咱修咧修啥物？就是讲要回归往教，所以就做。大讲啊，讲光明地为顶，教遍心法界，欲求真实性，一切无所见，所有的拢是无的，就是讲叫咱爱放下啦。这个光明地为顶要互伊倒起，咱哪会当教遍咱的心法界？你的大千三千世界，你才会当教遍。所以咱若要求到这个真实性，一切是无所见，就亲像咱这个表兄共款，伊到尾啊咧，伊较去体会讲原来。
佛伫咧菩萨，外口是无的。外口你讲找无的，你要放下迄个执着，外境你爱去放下，迄个外相你要放下。你哪会当去找着你心中迄个正是真真实实迄个佛菩萨，迄个佛性流露出来了后，你才知影讲，外口一切迄拢是形式的尔，迄拢过于于烟，那像水中尾安尼共款，所以那个是不实在的。所以呢，燃灯燃不尽的，就是咱讲燃不尽的心灯。心灯是点袂花的哦，伫你的心世界拢袂花，永远拢袂花。虽然即下明灯伫你的自心当中，你的小人外表的人看袂到，毋过你在你的内心点燃这一帕心灯的话，其实拢袂倒。不管大风大雨，甲伊吹甲伊压拢袂倒，拢袂花去，拢袂去互花去。所以这帕心灯呢是燃不尽的，所以它是最光明、最长明的灯。伊是上光明的，上光明的，伊是长明的，拢总长的，所以永远不灭不尽的，永远不尽，所以它是无尽的心灯，无尽的心灯，所以也是智慧如来之灯，地位如来之灯，所以这个如来呢，咱看影片阿弥陀佛，这位大德可是来礼佛的？是呀是呀。那由老衲为大德您讲解一下礼佛和供佛的意义吧。你快讲吧。大德您请看。其实是来这讲佛的啦，三只手，结果你家叫着那样就难得了。内心的自信的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苦难时，就能够舍己为人。大德，您说对吗？对。那老衲再为您讲解礼佛的意义吧。快讲。这礼佛一来是怀念佛陀，二来是提醒我们要以佛陀为榜样，遇事决而不疑，断恶修善。大德，不如给佛头上炷香吧。不了，我今天还有急事，明天再来。祈求佛陀保佑我平安，加利一切吉祥。阿弥陀佛。现在阿来这小偷赶快过来我的妈呀，累死我了！见证灯芯，伊用伊看迄灯芯关去啊，伊怎啊伫伸手举起伊迄字改正导正伊心灯亮灯会。其实当下这个念头起起来，伊这写亮起了伊的心。决而不依，断恶修善。也许是明定的断恶修善。真是的，怎么这个时候想起老和尚的鬼话来？佛前供灯，这是象征佛心的光明与智慧。燃灯意味着点燃我们内心的自信灯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苦难时，就能够舍己为人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我才没那么傻呢！
切迹象。别人都拿宝物来这里祈福，我怎么能盗取宝物来满足私欲呢？也自信明灯已经点燃了。所以东他呢，也是佮甲这请求佛陀原谅，请求佛陀原谅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拜佛的意义。你看到水底鱼啊，爱攞甲买起来，去甲放生。伊拄仔因为迄个安尼了后，伊攞迄个善心开始流落啊，所以伊的自信明灯已经启用啦所以这个智慧呢，自然伊就流露出来，流露出来。所以呢，一灯燃百灯，薪火相传这就是咧甲咱讲，这灯灯光照，而且后续的分享，咱后续一个经验一个后续的分享，心得分享，就是后续讲，差不多伫咧5年前有了，后续公司举办员工旅游，国外员工旅游，后续的公司是在做那个沉水马达，只要是外销，内销也有，但是只要都是做外销的。然后伫因内底，我每一个年每年都会有一次国内旅游、国外旅游。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国外的旅游就取消。但是在5年前，后续因为就之后都是参与国外去讲课，所以就没有再去了。那最后一次或许去北京，就是北京那边去那边旅游，国外旅游。那伫迄天的当中，去拄好去拄着，因为迄个导游是海星，她的名字叫海星，是一个女生，她年纪大概差不多30出头，然后她很尽职，一直很介绍我们。第一天我们是5天之旅去北京，然后她第一天很认真帮我们介绍，很尽职。第2天嘛是一直给我介绍，讲甲足好的，第3天嘛足尽职的，拢甲我照顾甲安排甲无微不至。到了第4天、第5天。咱拢知影，上尾天当中会安那旅游团拢老去旅游经验拢知影。第5天就是shopping 购物，还是购物。所以购物因为伊迄是导游，伊是靠你咧带团的时阵去抽迄个购物当中去抽迄个 commission。那因拢有业绩的压力，所以伊迄阵就带阮去对咧，去讲迄个早去讲，我要今仔日坚持第5天的行程，要带你去 shopping。然后第1个站是啥物？牛屎腿、蚕丝被。然后伊就连敲定给我介绍蚕丝被蚕宝宝怎么过程吐丝啊，怎么去做蚕丝被，伊就足认真给我介绍了对啦。即摆等下到的时阵伊就完落来，结果伊的业绩讲要求买几套，4套，他要做到4套，才是代表他已经业绩有达到那个目标。那各位浅显咱敢知影，牛是拖一个偌济？迄阵折合咱台币算来一套爱3万块，真的爱讲偌好拄偌好。结果落去，大家为头第一届去参观行看，无人要买，因为太贵了，而且也不知道那个功效真的是有达到那个很好的那个功效，无人要买，大家拢出面趁辛苦钱的官老搭地钱，大家唔敢开，3万无人要开。即摆伊无业绩啊，就开始着急啊，开始开始鼓吹啊，叫我着爱买啦，怎，结果无人要买，到12点啊，唔愿出来呢，关伊内底唔愿出来呢，共款拢唔愿出来哦。阮才开始大概12点不多要啊，阮的同事开始骂。哪会安尼啦？该关一只，无阮床不水要的啊！佮安尼落去我真挡袂牢啊！开始有些人因为他们没有在修的人
有些就骂叉叉叉，3字经就都出来了哦。因为到12点半了，他还是不让我们出去。那时候哦，大家就一窝蜂，大家都很激动，情绪就很高亢啊哈。迄阵啊吼，学校上起来的，你搁落去嘛？对咧。敢若这学校较唔惊死的，就走去甲副总，咱带团出去是我们副总，我们那个候选的去跟副总讲，因为副总平常都是坐候选的旁边餐厅在吃饭，所以候选就有时候会跟他稍微聊一下。然后这一次候选就跟他说：“副总，你这团你带出来呢？你来负责啊？即摆关于内底安尼，大家巴肚枵安尼，安尼嘛毋是办法啦。你看要安怎？你要做一个决定啊？嘛有一个拢甲关喺遮。你大家是出来是要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出来散散心的，说跟大家出来变欢欢喜，安尼得产效果啊。副总就讲，心内想想讲，伊就去找迄个海星啊。伊讲无要安怎啦？你即摆安尼讲，副总你拢有阮无面子的呢？我带团带30几年啊，我都当带着你这团差不多长辈啦。我安尼做无面子的，我要安怎继续踮咧我迄行业内底徛起啊？我副总话到尾僵持很多，足久啊，我要。副总真正家己自掏腰包买3套，一个礼拜3套。伊讲因翁仔某囝一套，因囝一套，祖囝一套啦吼。拄啊好，副总有钱啊，所以伊买啊。安尼无伊到要用啊，有问题啊。到尾第4套要安怎？到尾我咧员工家己吹拼搓搓，大家轻轻的买枕头买枕头，买被仔买被仔，买床头的床头的，怎安尼拼拼搓搓，到第4周要讲起来，刚刚我放我出去，结果出去要食饭。规路拢袂讲话，脸很臭。那个海星开始就拢无爱啥物介绍啊，脸很臭哦，拢无爱讲话哦。嘛袂敢讲，嘛袂敢服务啊，讲食饭安那拢袂，拢不讲话咯。我学习的小讲为了差济，太多360度边转变，结果到下晡啊，食饱迄个晡啊，即摆话讲要带阮去对，讲要去参观普洱茶啦吼。阮要去普洱茶进前，伊就落来阮迄个北京迄个啥颐和园啦，遐先互阮去行一下吼。了后伊讲15分钟集合，结果要集合的时阵吼，伊拄伫车顶就甲我介绍，有甲讲，伊讲伊曾经带过一团咱台湾团海涛法师，他问大家全车里面的人说，你们有没有认识你们台湾有一个叫海涛法师？无人甲伊。我讲，咱听过名啦，无捌过面啦。就讲，他问过、请示过这个海涛法师怎么赚大钱。咱拢知影讲，伊个大陆就拢一胎化，所以因兜经济拢是靠这个海鲜在支撑的，所以伊有经济压力，伊是正常。但是他把他的经济压力灌输在别人身上，就都错了。所以他就说，他跟我们分享，他曾经请示过那个海涛法师，讲要安怎赚偌钱啊？结果那个海涛法师甲讲安怎？讲送伊来啦，本心、本善、本钱，本心、本善、本钱，伊就安尼甲咱分享啦，到尾啦就落颐和园啦，颐和园了到了10分钟要集合啦，或许嘛，知影迄阵咱拥有花呆，你知影无？当下头脑一片空空，清净，头脑很清空。大家拢行要上车要集合啊，干那我搁徛伫遐。这个海星过来，我甲你好想我咧。伊讲，咱咧集合啊，你来搁伫徛伫遮，你毋知影你要放假安尼啦。或许马上还突然一个灵头，一个念头，怎啊甲迄个海星讲，海星，安尼啦。海涛法师分享你伊本心本善本钱，你敢知啥物意思？伊讲本心就咧讲咱本来良心嘛，本钱就是讲叫咱人来做善啊，本钱就是讲安尼当有本钱通趁钱啊。我讲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啦，你甲咱知影迄个表象尔啦。好啊，安尼啦，我甲讲我有送你6亿，伊讲过6亿，伊讲我毋是啥物大法师啦，但是我有6亿送你啦。好啊，嘛知影有迄个念头，迄个冲动啦。伊讲对6亿，伊讲我甲讲慈悲智慧。圆融，我送这6亿，我讲希望你甲这6亿好好包起来。伊讲你是安怎要送我这6亿？我就甲讲，慈悲就是讲，阮可能阮嘛知影讲你有经济压力，我嘛知你有业绩压力，但是你爱让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袂使甲你的压力去灌输你别人的压力，
因为阮公司大家拢是来出趁钱、辛苦趁钱的，啊，你迄做遐尼贵着，人无可能会去买，你袂使无欢喜，因为你安尼，你就是你无自卑的天路啊！你甲你的快乐，你甲你的需求灌输伫别人的身躯顶，安尼毋对，无自卑，所以你迄个本心就失去啊！哦，然后过来我讲智慧，你要安怎互人为这足深的落地啊内底掏钱出来甲你买？你要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头壳，毋是我安尼三言两语讲的安尼，啊人就要甲你买，那安尼生意才好做，无遐好，无可能的。所以我讲你要用你的智慧。伊讲安尼哦，对，我讲你迄个本善就失去啦，因为你无用你的智慧，你本来每一个人拢有具备的智慧，你无去甲用出来。伊讲要安怎用，我就甲伊讲，你要互人会欢喜，为你人会遐清清落来，你爱用方法，毋是用即种勉强的。你用勉强的，你无欢喜，我嘛无欢喜，对无？所以你要用你的头智慧。你敢有听入袂牢？我讲你要用方法，用方法，方法你爱家己去想，爱就真正去思考这个问题啊。要安怎用方法？爱互人的心甘情愿，欢喜喜哦。过来圆融，就是讲，就是你买真正的本钱，你大家你也欢喜，我也欢喜，大家和乐圆满。那安尼。大家人欢喜，甲佚佗了足欢喜的嘛，足欢喜甲你帮助的。结果伊真正直思考这个问题啊。上车迄伊就甲大家分享讲，我拄则有一个秀英甲我分享这6字啦。我怎么样讲？我当在车顶讲，安尼咱有请秀英大法师甲咱开示一下。我就强心了，就安尼会变安尼。我想讲，我私底下甲伊分享，伊竟然提出来讲。结果真正到普洱茶迄站，伊安怎回到时，伊就先敲电话互伊讲，准备一罐土头糖啊、饼啦，大堆的啦愈大愈好啦。茶泡出来，普洱茶泡出来然后泡愈济无要紧，这拢我出钱，我自掏腰包趁钱，你就会晓讲用小利益甜头互咱食。迄咱都知影土头糖食了喙焦，喙焦迄普洱茶来去灌啊，久了灌了身就感觉讲止咳就好个啊！真正到尾伊讲伊爱卖啥？伊业绩爱3套，3盒，1盒内底有10袋，1袋1000块，折合台币1000。所以伊迄个普洱茶伊爱卖3万，遐12万，总共伊一趟的业绩爱有15万。结果到尾伊就想方法呢，一开始嘛无啥人要甲买的，无人要买，到尾伊就甲伊巧琴头，琴姐要请我，副总。你出来一下，商量一下，甲叫出去，叫去另外一间小间的副总外讲，你甲我买一盒，我大盒，我送你一盒小盒，我送你，这盒小盒我家己自掏腰包，我送你，真正，我副总到尾想，伊这对身体安那偌好，安那会安怎就甲讲，副总讲，好啦，你甲我包3盒，伊甲包3盒，一盒讲伊要互人卖啦好，因为我副总真正足友好，伊就真正要互是大人啉。一盒伊家己啉，一盒伊要互伊大的，就阮总，阮徐总，因为伊带阮副总带阮徐总落去，伊讲我安尼要甲买3盒，买后阮这同事大家又搁看伊感觉讲遮热心、遮诚心，搁拢请阮食土豆糖，大家歹势嘛，这个一袋，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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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一袋，凑一凑也4、5盒。迄海鲜怎欢喜甲呢？伊预计3盒尔，结果变4盒，要到5盒呢，伊欢喜甲呢，所以你看伊就。伊有将咱互客的话听入去啊，所以伊就讲你嘛欢喜，我嘛欢喜，安尼是毋是大家足圆满的啊？对无？所以到要倒来啊要出国要倒来，伊要甲咱送来到机场的时阵呢，伊怎甲我较满咧？足感谢，我受益良多。我带恁这团，我受益良多。我讲安尼若开心，你留一个电话，以后你若拄我有过来台湾，我带你来求道，有机会我带你来佛堂求道。迄才是真正你要找到本心、本善、本智。伊就知影讲安尼真正是咧。所以后壁这就是看伊因缘，以后若过来咱台湾，咱